川普的对顶关税政策内底，川普要向中国扣34%关税。中国即马硬拄硬，嘛讲同款要向美国扣34%。川普伫初7的时，佮讲安尼伊要搁要塔起哩，要向中国另外搁扣50%，加起来是要向中国扣104%的关税。川普坐位了后，才短11礼拜时间，华尔街股市就已经了11兆美金。即马一寡金融界头人嘛跳出来批评川普，认为川普的关税战是错误的决定。川普对中国扣34%的对顶关税了后，中国随宣布7月开始对美国的商品嘛扣34%的关税，同时对这种稀土材料实施出口关税。所以，川普初7搁增加威胁，要对中国搁扣50%的新关税，而安尼累计税率会来到104%，搁停止美中所有会谈。And I said if that tariff isn't removed by tomorrow at 12 o'clock, we're putting a 50% tariff on above the tariffs that we put on. 对这件代志，中国商务部的回应是：若美国坚持安尼做，会奉陪到底。有消息讲，北京出来会把报复的主力放伫美国的农产品，也甲禁止美国电影进口这方面。美国以对等为名，行霸权之实，牺牲各国的正当利益，服务一己之私，将美国优先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，是典型的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行径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华府特派员安东尼佐切尔以异教的理论 The Game of Chicken 讲无爱命的上大这种赛局来形容川普这场全球性关税贸易战。川普上台早短11礼拜，华尔街金融市场都已经损失11条美金。伊的华尔街大金主比尔·艾克曼、肯·格里芬已经看袂落去，小林线出声批评。格里芬讲，关税是重大的错误，等于是对一般的家庭加重税。Right now, the tax is 54%. Once we run out our inventory, definitely we're going to raise the price of 54%. Would you be open to a pause in tariffs to allow for negotiations? Well, we're not looking at that. 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答文，爱美国人唔通认输，唔通做戆人。伊坚信关税会当甲美国失去的制造业甲找倒转来。不过，伊伫参议院上中性的统治，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已经开始烦恼裁员、高物价、经济衰退，恐惊会互共和党伫明年的期中选举输面会变正大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